好快就過咗40年啦。咁啊，首先喺呢度多恭祝各位已經係40週年嘅。我從呢個 email 睇到咧，你哋今年嘅校慶咧有好多節目嘅。除咗今晚嘅聚會之外咧，較早之前仲有翻去舊校舍去觀摩一番，咁啊做咗啲乜嘢我唔知啦。懷舊都去翻舊嘅，翻去懷舊。咁啊，再遲啲咧，聽日好似仲有一個2天嘅澳門遊。咁其實呢幾個活動，再之前咧，啱啱我入會場之前就見到喺熒光幕又打出嗰個 DVD 嘅製作。咁其實我就心諗呢個40年校慶嘅你哋畢業慶嘅活動咧，其實籌委會係諗咗好多嘅節目，令到大家有一個回憶，搞到咧，我覺得就係直情係有聲有色，同埋多元化嘅。同時，我哋睇到個 DVD 嘅製作咧，唔係話容易做到，係經過一段長時期、不同地點嘅資料搜集，再由前期製作，又後期編輯。咁其實我就真係好佩服呢一班籌委會各個同學所付出嘅努力嘅。咁講咗咁多，都唔想再講啦。咁啊，首先我同埋我太太啦，好多謝能夠出席今晚嘅盛會，又多謝各位嘅邀請。咁啊，希望你哋聽日嘅2天澳門遊更加開心。多謝各位。